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13，诗篇119篇129到130节安尼讲：你的教示奇妙，我尽力遵守。你的话一个解说，就发出光，连戆直的人嘛会了解。三甲来祈祷，你的教示奇妙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全能的上帝，你的伟大甲荣光是超过阮所通理解的。主啊！世界受你所创造，阮每一个活命也是你的手所做。你的智慧甲奇妙，是阮无法度想象的。主啊，阮对你奇妙的所做，只有深深的敬畏甲懊恼。主啊，你的慈爱甲恩典，是阮永远无法度来报答的。主啊，阮一生的困难，拢在伫你。阮一切所有，拢是你赏赐的。主啊，你的教示奇妙，阮尽力遵守。你的话一个解说，就发出光，连戆直的人嘛会了解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